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医区的病房助理，今仔甲工会伫病院的大门口抗议，因讲哦，病院的骹手无够，一个病房助理就爱照顾20个病人，真过劳。也毋过病院是表示讲，这毋是事实。我们的病房助理没有办法在病房以内做事情，他们必须要一层楼不同栋、不同楼层，从早上忙到晚上，没有时间喝水。很多人都是挂着点滴，很多人都是流着血尿。讲甲目屎4人随加站的病房助理控诉，讲长期骹手无够，除了原本的工课以外，因阁常常爱顶起来做看护、送病历。工会批评台北市联合病院对外讲照护比例是1:5，毋过助理需要轮班，正确来讲，上案的时阵已经来到1:20，要求院方赶紧找人，嘛爱甲主管机关制定病房助理的照护比例，去计算一整个单位的需求总量之后，再去决定需要聘请多少的照护员来照顾这整个病房的病人。我们也希望政府要制定照护比的上限，这样子才可以避免照护员的工作被无限制的增加，也维持照护员的照护品质。针对劳方的诉求，台北市联合病院表示，进前因为疫情关系，病院骹手的确有减少，不过即马已经有咧招募人才，嘛有甲病房助理开会讨论，若有问题会当过来参详。我们内部也进行工作量的调整，以缩减病房助理的照护床位数。我们去年大概有招募7、8位的病房助理。院方强调有补人力，不过针对制定病房助理照护比例的问题，目前还无正面的回应。记者麦尚英、郑准由台北报道。